昨伫屏东科技园区的民用国际工厂起火烧搁爆炸，今日早起工厂内部也是咧吸烧青乌烟。消防人员是使用大型的机器工具，甲铁柱的烟片白是刷走，探入去内底找失踪的员工甲消防人员。早前5点左右，因为中央气象署是针对屏东有发布大雨特报，即马惊工厂内底佫有堵水的爆炸的化学品，搜救行动5点左右是宣布小停。消防署因证实，这场大火造成4个消防人员过身。专案目前计共有7个人死亡，98个人受伤，3个人也是失踪的状况。病院内底也佫有49个人等咧治疗。厝内人失踪规暗，总算找到，所以叫无喘气嘛，无心跳，家属非常悲伤。22号暗头啊，伫屏东科技园区内底民用国际工厂发生火警了后爆炸，这个意外伤亡惨重，98个人受伤，还佫有4名消防人员殉职。空气的现场乌雾是真大，燃烧面积是真大，化学车嘛伫现场来监测。管府表示，目前空气品质无问题，嘛表示消防人员第一时间到场的时阵，厂房有甲因讲有过氧化物袂当用水，所以消防人员无下水，是拍算要到现场用打粉拍火。但是进入的时阵，先发生小型的爆炸，赶紧化撤离，就发生大规模爆炸。第一时间入面的7个人拢受伤。知道是有过氧化物，不能用水。我们的消防员被寻获，也据了解，也是在进入现场不到10公尺就发生爆炸。边仔徛家还佫有前进国小嘛，因为紧邻厂房爆炸的时阵，窗仔门孔拢歹去，学校嘛烦恼拜一才有法度复课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我们会利用今天和明天，我们尽快的来请厂商复原。那礼拜1的复课是没有问题的。管府表示，目前第一要务是全力救灾，病院嘛有成立慰问的陪伴平台，嘛有针对着伤者、罹难者先提供着慰问金，后续会赶紧来查明着火警的原因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、屏东报道。